吐不快，唔講出嚟咧，就真係忍住唔舒服。始終我都係工程行業嘅人，即係對於今次大埔呢單大火咧，都好多講法，好多我相信好多人都瞓唔着㗎啦，同我一樣，即係好多人上網講咧，因為佢哋唔太清楚講出嚟嘅消息咧，我覺得有啲係有誤導成分。老實講，工人食煙個個地盤都有，關唔關我勞事咧？有啲香港人都會亂咁掉煙頭，當然我亦都見過有啲師傅係會將啲煙頭掉喺一啲水樽、烏龍茶裡面、可樂裡面都有，以前都會有好多煙頭地盤，但係我好肯定嘅就係而家嗰個物料燒到咁撚誇張，係一定有問題。即係你而家推嗰啲，你就算諗好多方法又好，推金屬棚架又好，竹棚又好，乜嘢都好啦。你就算整嘅隔火層，用晒陶瓷纖維啊，用玻璃纖維做晒隔火層，你到最後個承辦商偷龍轉鳳，換晒啲唔合規嘅，你根本都係解決咗件事。個問題根本唔係嗰個防火嘅方法，而係有人換咗網、棚網、保護網，先搞到咁大件事。你就算金屬棚架，當你火場咁高溫嘅時候，你雖然金屬棚架係唔會點着，熔點好高，即係佢雖然會熔，但係佢唔會燒着，係唔會燒着，但係佢會導熱嘅。如果你有讀過物理，你就知道一定係高溫火災元素三大㗎啦。高溫燃燒物，即係燃燒物啦，同埋呢個氧氣，三個缺一不可。你而金屬棚架最大問題，佢雖然係點唔着，但係佢一樣會傳熱。如果你個網一樣係黐住啲金屬，一樣會個溫度傳過去，一樣會焫着嗰啲網。只要你個網唔合規，係一樣大火。啲人話棚同建築物之間有個空位，啲火帶有條空隙度一路燒上去。你就算設計密封都好啦，佢要燒一樣係燒上去。當然啦，你有隔火層會好啲。咁但係如果偷雞咧，承辦商又再偷雞咧，隔火層物料唔係防火嘅，咪又係揾嚟搞。最主要問題係換咗一隻唔合規嘅嘢。你交晒箱、交晒成，實際上你話係合格，全部都防火，到最後你都唔防火，咁點搞？你就算我同你講，我隔一層我立法，隔一層就整一個防火層，有撚用咩？你最尾都全部偷雞換撚晒，又或者頭嗰幾層係防火咯，跟住卡啦偷雞，係咪先？跟住然後咧，另外一個咧，我睇到呢個 AM730咧就講。即係唔知係咪 AM730啊？總之就係有人話咧，上網啲網民咧就話個消防系統 stop 咗，就係方便啲工人出入。咁呢個我就唔係好認同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因為走火通道嗰個把攬啊，推門嗰個推把咧係冇連落去消防系統，佢只係會響嗰個推巴嗰嚿嘢，巴門，佢裏面有粒電池，佢會響得好嘈，叫做蜂鳴器。響嘅時候咧，當值嘅保安就會去睇下發生咩事，有冇火燭，有冇成，就會扭鎖匙取消翻個響聲，就係咁簡單。但係佢係唔會報警嘅。只有邊啲會報警咧？就係煙霧感應器啦，壁加時。即係手動嘅人打爛火嗰塊火警玻璃，嗰個就會報警，佢會直接連去消防局。只要煙霧感應器着咗，踢一個 module 或者個壁加時踢一個 module，會交翻個信號去個 panel 消防 panel，先會連去消防處，跟住後啲消防員就會嗱嗱聲衝過嚟啦。
咁咧，佢話可唔可以人為停咗佢咧？係響咗警鐘之後，消防系統嗰個 panel 響咗警鐘之後，你係可以手動撳停佢嘅，但係唔啱嘅，因為你唔可以撳停佢，因為你要等到消防員嚟睇咗個信號係邊個位，然後帶消防員去嗰個位置檢查，真係冇着火，安全屬於550，你先可以撳翻嗰個掣，然後再閹咗嗰個熄爐，然後再揾消防公司嚟跟進佢嗰個550。咁但係佢係一樣會，佢而家咧呢個咧，佢啲人就話呢一個屋苑佢個消防系統係冇響警鐘，冇響警鐘咧有幾個可能性，最大可能性咧就係佢長期掛牌。咁咧呢個掛牌咧，好多人唔知道係乜嘢事，因為咧我本身讀 BS， 所以我知道。咁係乜嘢咧？咁咧，如果你嘅消防系統係需要維修嘅，因為佢呢啲40幾年樓一定係舊，你啲消防系統好多都係好叻好壞。你諗下，就算你撥20年換一次，你40年樓換咗嗰個 panel，究竟係新淨定係唔 work 嘅咧？好難講。咁呢啲有維修嘅情況咧，物管公司咧就會掛牌，做一個叫做掛牌嘅消防掛牌嘅動作，就係打電話去一間公司集保，然後就話消防掛牌。咁當你就算你個消防系統踢喐咗都好啦，佢係唔會報警，唔會報去呢個消防局，咁嗰啲消防員就唔會衝過嚟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掛咗牌，再做嗰個動作去維修咧，或者喐的家時，或者喐個 module，係一樣會響警鐘同埋踢喐個泵，除非你掹咗個 relay 或者做某啲輸入新式嘅消防系統，可以輸入某啲些指令，可以令佢唔做呢樣嘢，唔做呢個動作，咁就唔會有響警鐘呢個情況出現，亦都唔會踢喐嗰個消防泵。而家最大問題，啲人其中有個咩就懷疑係咩前保安主管方便工人出入。啱啱講咗啦，工人出入嗰個推拉門係唔會影響到個消防系統嘅，所以應該唔關工人出入事。咁但係可能佢呢套嘢佢本身掛咗牌，但係個保安自把自為熄咗佢咧，更加係冇可能。如果你有1日半日嘅工程，有人嚟做工程維修，咁1日半日熄咗係正常嘅。但係如果長時間熄咧，係一定會有人批准，要人哋批准，一個工程主任，一個村經理係批准，你先可以打個集保掛牌、消防掛牌，再叫維修部維修嘅時候掹咗個 relay 或者輸入指令，唔好踢喐個警鐘同埋踢喐嗰個消防泵，就係咁。咁跟住然後咧都好撚大鑊噶啦，我覺得個保安都係食死貓噶啦。跟而家成件事咧都前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嗰扎人，跟住然後管理公司嗰扎人，管理公司都唔係最大責任，係個村經理一仔牌，嗰個村經理再加埋工程主任，跟住又再加埋顧問公司，再加埋承建商，再加埋地盤嗰個安全督導員都冇事，安全主任呢一紮嘢都可能有問題。跟住至於金屬棚架啦，其實你去到火警，我唔好話嗱竹咧就大約300幾度就會收皮，金屬咧就可以去到，如果鍍鋅個可以去到1000幾度，但係咧佢500幾度咧啲鍍鋅咧防，因為佢要防生鏽，就要鍍鋅個，咁咧佢係有機會釋放毒氣，你
跟住另一個啦，千幾度。其實無論你火燭去到咁嘅情況，無論你係竹棚定係金屬棚，都係出事。只係一個會金屬疲勞用，會因為你一個火場最高可以去到2000幾度，基本上你無論係竹定係金屬都係收皮。你竹跌落嚟變串燒一樣係死人，你金屬跌落嚟一樣係砸死人，係冇分別。個問題就係你個爐先係主人，個爐一路燒上嚟，扯到咁大火。講下求生啦，咁求生咧，如果你好早發現，真係仲有得嗌嘅，咁咧你啊盡量揾到地方衝落去，過到就過。因為火向上，你向下走係盡量過到就過，過唔到咧，你始終都係要翻上去。啲人話唔好向上行死硬嘅，你冇計。如果你門口燒晒，嗰把遮成，你真係過唔到就真係過唔到，係好危險嘅。你除非你有張防火氈，跟住又攞住支氧氣筒，即係嗰啲高山反應嗰啲氧氣筒，你可以衝過去。所以如果你避免呢啲情況，屋企其實帶幾支氧氣筒係好嘅，即係嗰啲淘寶有得賣一支支嘅支樽氧氣，我哋俾人縮幾啖高原反應咁樣嘅。因為最主要即係你火燭咧，就算你攞張被濕啲水咧，都可以頂住咗啲火一陣嘅。但係最大問題會死人咧，逃走途中最容易死人嘅就係啲濃煙。如果你煙好大嘅時候咧，你知道煙大咧，其實你分分鐘縮2-3啖，大約係30秒至20秒咁嘅時間，你已經唔掂㗎啦，已經搞唔掂㗎啦。你唯有咧一定要伏低，因為啲煙係向上攻嘅，低處係冇咁多煙嘅，好大機會啲煙係喺下一層吹上嚟，然後扯入去你嗰個而家嗰個樓層，但係地下咧係冇咁多煙嘅。咁咧，如果你一路向上行咧，都行到尾一樣係燒上去，一樣係冇用嘅。反而你有機會留喺屋企，封晒啲窗，封晒啲繩，整一啲求救嘅信號，跟盡量睇下可唔可以救到，同埋塞晒啲水咧，封住啲門窗，趴喺地下。如果你有膠袋咧，就最好入多幾個袋，匿喺廁所，跟住咧攞多幾個膠袋，趁而家仲有氧氣咧，包多幾個氧氣先。因為啲二氧化碳攻入嚟嘅時候咧，你啲氧氣就會排走嘅。你咧最好就包住啲攞個膠袋包住啲氧氣，咁你唔舒服嘅時候就可以索一索，即係盡量包得幾多就包幾多，就擺晒喺廁所。一開水一定要降溫。如果你翻唔到入屋企咧，你唯有走啦，走邊度咧？當然，如果你因為咧屋都好啲，佢居屋咧好多水咧喉咧就係室內嘅，咁咧你可以咧揾個錘仔咧亂啲揼亂啲銅喉咧，等佢淋啲水出嚟，或者肥啲水出嚟咧，咁啊唔多唔少都可以降溫嘅。咁你呢一層揼咗降溫咧，你就上一層，咁就唔好燒到咁熱，因為佢有啲位咧係燒到好熱嘅，你冇辦法。再唔係你就去水缸。咁當然啦，你12樓以下咧係冇水缸，係直接供水，係街水直接供上嚟嘅，就冇水缸嘅。但係你通常呢個大廈呢邊咧就有水缸嘅，即係高樓層嗰邊都有水缸，即係盡量匿埋喺啲水缸度。我冇辦法知道你辦法，就匿埋喺個水缸度，因為通常水缸嘅位置都有石屎包圍住，同埋黐埋缸係防火嘅，同埋有水。當然你去到如果2000幾度燒到你嗰個位置更加唔得啦，都係唔得啦。但係佢唔會係成個火場都係2000幾度，即係有高有低。住宅就好大機會，因為有家私電器同埋打氣機裏面咧，而家好多都係用歐沙二，係二面雪進嚟嘅。佢燒到啲喉亂咗啦，佢有機會而令到個冷氣機噴出嗰啲雪種，導致到產生高溫，亦都有機會啲風搶火扯上去爆燃，都有機會。咁咧，你如果係水缸咧，係有得咁樣嘅。佢有啲係豬腩控制，或者有啲係波谷控制，或者咩咧？或者係電子信號控制。如果電子信號咧，你就將嗰支嘢懟上去，等佢離開啲水，佢就會不停咁樣拖泵，咁樣不停有水供應。然後你喺個缸裏邊咧，你就踩住嗰條梯，之後啲水就會沿住嗰個滿溢口、overflow口流出去，咁保證你一個水嘅流動。咁你水嘅流動咧，就盡量可以降溫，就算煲熱咗，佢都會帶走，因為不停有凍出嚟。咁咧。又或者天台缸，你走路佢就去到天台啦。天台都有水缸嘅，天台咧有食水缸、鹹水缸同埋消防缸。咁消防缸咧都係淡水嚟嘅，不過污糟啲。食水缸最乾淨，食水缸咧你就可以揀食水缸。食水缸我印象中好似係藍色咗嘅，消防缸就紅色，廁所水就好似係綠色，我唔記得啦。但係如果你唔識分嘅話，其實你跳落是但一個缸都得㗎。但係
秒佢係仲翻落去嘅，咁咧你入咗去咧，咁咧佢啲煙就唔會咁樣捐翻台，只會向上飛走嘅。但係你都要攞啲膠袋入定啲氧氣保護自己啦。不過都係即係睇命數睇運氣啊。